1001尺大花園，東涌2層半職嘅別墅單位。客廳位置擺張大梳化、大電視機，完全冇問題。樓梯行上去返去嗰個飯廳嘅位置。我哋出去佢個戶外飯廳望一望啦。擺張餐台仔完全冇問題，佢呢度仲要可以通返去廚房送餐區。廚房位置極之闊落，你話企返2、3個人完全都冇問題啊喺度。我哋而家去望一望佢嗰個工人套房啦。而家上去佢2樓個睡房區，上到嚟左邊第一間呢，就係佢嗰個大睡房，仲有一個大露台。我哋而家轉入去主人房，呢度你話擺張 king size 床完全都冇問題啊！前面仲做咗一組大嘅衣櫃。我哋行出去睇下佢嗰個露台，可以望返自己個花園位置。主人房又點少得洗手間呢？做一個浴缸嘅設計，望返上邊可以用返佢自然光。你話朝早嘅時候燈都唔使開。另外一邊就係佢個客廁，最後就係佢第3間嘅睡房。同樣啦，擺張 king size 床完全都冇問題，仲可以用埋窗台嘅位置。喺返隔離嗰邊做一組大衣櫃，完全都唔壓訂。原業主用盡晒所有嘅儲納空間，樓梯邊再做咗一組大嘅儲納櫃。我哋最後上埋去天台位置望一望啦，望返呢邊Sheraton啦酒店位置，第二邊就望返去影灣園嗰邊，同埋自己屋苑入邊嘅其他別墅。好啦，最後就望埋自己獨立嘅車庫，個車庫擺2架車完全都冇問題。好啦，大家仲有啲咩想了解嘅，記得話俾我知啊。